大家平安，才有一个无限的循环小数哦。空点，这个小数点后壁拢是九，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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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，写袂了哦，写袂了。啊，要来证明讲，这物件就是一哦。诶，这竟然是一，是安怎？感觉无合理啊！这空点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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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写到无限，甲一嘛是有差级数啦。啊，是安怎是一呢？哦真简单，真简单吼。要安怎来证明呢？我就卡说讲 x 就是空点九九九九九九吼，写到无限哦。啊，若是用高中的写法会安尼写，空点九啊，顶悬有一个百，安尼吼，会当代表讲是空点九啊，后壁拢是九，无限的循环小数吼。好，啊，即个时阵我假设讲伊是 x，啊，我就甲即个 x 搁乘十，吼，就是十 x，吼，搁乘十，安尼就变做讲九点九九九九九九，嘛是无限嘛，对吧？吼，后壁嘛是无限，吼，啊，即个时阵，即两条三减，吼，即两条三减，即个时阵倒面十 x 减 x 就是九 x，吼，九 x。啊，过来遮两个三减的时阵，即两个三减小数点后壁的九九九九九全部拢无去，哦，拢无去，加剩九安尼。所以九 x 是九，就代表讲 x 就是一，吼。所以空点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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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，吼，这个无限的循环小数就是一，吼，就安尼来证明啊。过来第二种方式，咱就用无限等比级数来算，吼，所以用无限等比级数就是甲空点九九九九九九，吼，写到无限，吼，有甲写做是空点九加空点空九加空点空空九，吼，然后一直加，吼，啊，这个时阵，咱会当看到讲空点九、空点空九、空点空空九，安尼落去是一个等比级数，吼，等比级数。啊，这个等比级数，伊的公比就是空点一、空点一，哦，所以咱就用无限等比级数的概念，我写伫边啊吼，哦，无限等比级数就是一减公比分的头项，哦，这是头项，这是公比，哦，所以用这个公式就是一减空点一分的空点九，所以就是空点九分的空点九，答案嘛共款是一，结束。